上指派下来赈灾的。谢谢皇上，谢谢皇上。周哥哥，你太厉害了，你一下子全都搞定了。你呀，以前上课老是偷懒，现在知道自己学艺不精了。哇，这么多银子啊！哇！罗小弟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幸亏你反应快，不然我现在只怕已……朱哥哥，对不起，刚刚都是我大意了。主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就好。你先通知外面的侍卫兄弟进来搬银子，我再检查一下，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机关。啊，注意安全。嗯。朱哥哥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别再生气了。你以为我生你的气，是你不小心触动机关吗？没想到，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你最先救的，竟然是他。你是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啊？那你也太小心眼了吧！你看他武功不行，所以我肯定要先救他嘛，我得保护他嘛。你从小在我心里就是最强的，你肯定能保护好自己啊。但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同时遇到危险了，我第一个救的肯定是你，再救我自己。你呀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能装多少是多少，快！痛快，真是太痛快了！今天晚上的经历真是太刺激了，我必将终身难忘。哎呀，可惜不能让史官把今夜的经历全都记入史册，更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了。要是让她知道了，肯定有说把你带坏了。那可不就是你这个老大带坏我这个小弟了？嘿，你现在是赖上我了是不是？那好，不赖你，不赖你啊！老大辛苦了，等回宫了以后呢，我就重重的赏你。赏我呀？赏我什么？你说个数。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也不能狮子大开口。500两，300两，200两成交。你越来越小气了，你不会赖账吧？我发誓，绝不赖账。我以我本人做担保。我要是赖账的话，到时候我就把我这个人赏给你。哎，算了吧，你一次用膳就要吃上上百道菜，我可养不起你。如果你要赖账的话，我自认倒霉呗。李太医啊，今天晚上真是辛苦你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身边还有你这样一个全才，不仅医术好，武功好，还懂得机关阵法，懂谋略。让你做一个太医啊，实在是太委屈了。等回了宫以后，我一定好好提拔你。主子，其实今夜此次行动能如此顺利，并非臣有多厉害，而是臣的运气好。事先得到了裘贵庄园的机关地形图和卫队巡逻表。你能得到如此机密的东西，是裘贵身边有人给你做内应？是。看来真是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啊！我一定要做一个有道的天子，不能做一个无道的昏君。龙小弟，我相信你。李公公得罪了。主子，你终于平安回来了。你要是再不回来，奴才也要吓死了。李德福，这件事情你得替我保密，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太皇太后。
要不然我就砍了你的脑袋。只要主子能平安回来，这件事情奴才就当不知道。艾老板真是一个爽快之人啊！这下没问题，又财大气粗啊！哎，这下也没问题，对，说没错。艾老板大手好。老爷，银子都验过了，都是成色十足的官银。好，艾老板，真是诚信之人呐！我们商会已经准备好了1000担粮食，就在码头仓库里。如今银子已经交割完毕了，可以放粮了吧？那是自然啊，去，带着艾老板的手下到码头交割一下啊。是好的，跟我来，请，这边请。哎呀，艾老板，真是大善呐！您行此善事，上苍必定眷顾，此次劫难一定可以安然度过。裘某在此，先祝愿艾老板早日康复了。多谢裘老板吉言。我在府上已经设下了酒席，艾老板，上个光，也让裘某尽一尽地主之谊吧。好说好说，倒是让裘老板破费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！慌什么？说，庄园进了盗贼，银库里的银子少了整整3万两。这3万两！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昨夜，庄园进了贼，盗走了3万两银子。你废话你！啊！这么大的事，现在才来报？报了，今儿4更天就发现出了事儿。庄园管事马上派人给老爷还有巡抚大人报信儿，可等到5更天没见回音，庄园管事就派出了第2批、第3批人报信，可还是没有回音。庄园管事意识到事情不妙，便让小人骑马绕行了10几里前来报信，这才顺利进了城。哎呀，这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啊？艾老板，我那几批送信的人，不会是让你的人给劫了吧？你说呢？这么说，这批银子是从我庄子上劫的了？你说呢？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去，把这件事报告给巡抚大人。是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把他们抓！别嚎了，你外面那几条狗早就被我大哥解决掉了，嚎也没用了。你。爷爷，咱们不能把银子都给他们留下来。把银子全都抬出去，交给李护卫发放给灾民。走吧，松儿。等一下。爷爷，我想了想，应该在这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脸上留点墨宝，也相当于给刘德昭那个狗官下了战书了。意下如何？这倒挺有趣儿的。别动！再动的话，拿刀在你们脸上刻字了啊！
这边再写一个字啊，都给我老老实实待着。好了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写完了。行了行了，别鬼叫了。知道我爷爷是谁吗？告诉你们，我爷爷的字那可是价值连城的，最好在你们脸上永远不要洗掉。给你们还有刘德昭敲个警钟，知道吗？走吧，孙儿。走吧，爷爷。慢点啊，爷爷。好，谢谢啊，终于有吃的了。哎老爷，谢谢您。哎老爷，您可是活菩萨呀，是吧，乡亲们？各位不必谢我，其实我也是皇上指派下来赈灾的。你们手上拿的粮食和银两，全都是朝廷调拨的赈灾银和赈灾粮。接下来，朝廷还会有更多的赈灾计划，帮大家重建家园，度过灾年。谢谢皇上，谢谢大家，皇上万猪哥哥，灾民们暂时得救了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灾民得救，我自然是高兴。可如此一来，却是在帮康熙和大清朝廷收买民心了。大人，干什么呀？你们这是？老爷就不能有点自己的时间吗？大人，舅老爷的库银被盗了。你说什么？银库被盗了？不仅被盗了3万两银子，还有1000担的粮食，也被那帮人分给了灾民。待卑职得到消息赶到码头时，那帮人已不知去向。消气，这些刁民，这是要造反呢！去看看。老爷，闪开！闪开！哎呀！你慌什么？老爷好着呢，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。慢慢说。棍儿和那几个商人被人给绑了。啊！看看去。